党前主席郭文德昨交保北院针对金华城案今仔日开庭，另外针对着交保北检也表明会量早提出控告。运动部今仔日挂牌成立，部长是今年30岁摕到2届奥运羽毛球金牌的李勇，总统赖清德甲行政院长杜英泰拢有出席。台南运河有一只因为风台沉落水底的白鸭，到达2个月时间过去，还无人来处理，惊船人烦恼会影响到安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初9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这运动部今仔日正式挂牌成立。头一任的部长，就是今年30岁有摕到2届的奥运羽毛球金牌的李勇。也那今仔日这总统赖清德，也有行政院长杜英泰拢有出席，来看咱台记者卢尚如、曾准佑伫现场掌握的上新的状况。新主播，今仔日9月初9是国民体育日，嘛是咱的运动部要正式挂牌的日子哦。咱的头一任部长是由咱的羽毛球奥运冠军李勇来出任。昨总统赖清德嘛表示讲，为着要用运动来壮大台湾，所以政府有5大方向。头一项伫咧经费的部分，除了对2016年80亿增加到2024年178亿，另外等明年度中央政府编的预算也达到248亿，另外嘛来扩建国训中心，也更有建立后勤支援团队，另外嘛来推动全民运动等等哦。那么来听咱的头一任运动部长李勇安怎讲？让运动真正融入每一位国民的日常。第二，整合竞技运动结构与制度。我们将推动运动部与国训中心及各单项协会的紧密合作，打造更有系统、更透明的运动环境。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终身都有一项运动，能够强健自己的体魄，让国人健康，让国家更强，也让世界拥抱台湾。运动部未来会设伫咧行政院，然后下底会设一个全民运动署，也有3个中心哦。未来会当来推动各项的运动政策。也那咱的部长李勇是表示，希望讲未来会当来促进运动员的权益保障，另外嘛来推动产业发展，也有希望讲未来台湾运动会当伫咧国际上发挥愈来愈强的影响力。也那咱的行政院长杜英泰是表示会全力来支持。伊讲哦，虽然讲万事起头难，也毋过咱无像摕到2届奥运金牌这么困难咯。伊嘛期待讲未来伫咧李勇部长的带领之下，互台湾的运动会当走向新的时代。以上是记者卢尚如和曾准佑伫咧现场的连线报道，再来咱甲镜头交互主播。好，多谢这尚如甲准佑，继续咱来关心这天气的消息。今仔日呢，这各地是侪云好天，气象署是分析讲，目前咱台湾就伫咧太平洋高气压的这个边啊，所以水汽呢是有加较少。大台北地区、中南部山区，也有华东地区呢，可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各地要是着爱严防过度的落雷公雨。今天在中午过后，预计各地的山区以及西半部比较接近山区的平地，还有大台北地区，会有一些午后阵雨发生的现象。其中要特别留意的是，今天在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大雨。中午过后，这些地方的朋友在户外活动一定要特别的留意。而到了明天，跟今天相比，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不过午后雷阵雨整体的雨势的强度比起今天会稍微减小一些，但是整个下雨的范围是会有些扩张的哦。气象署是表示讲，伫咧拜五进前呢，各地拢是侪云好天的天气，也毋过过昼有可能是会落雷公雨。也若后礼拜这太平洋高气压有较减弱，东北季风会入来，所以天气是会加较无稳定。后手就要看天气的形态，继续来观察甲追踪。另外来看这高雄丰地天高的这卫生局，当呢是拢总去稽查354台工地，其中有170台是有生水池，这阳性率是来到4成8遐尔悬。即马疾管署长罗一军也特别去甲了解状况，针对着这社会主体工地呢，这碳排放上高的问题，伊是要求相关单位要加强管理。
甲勘伫材料顶悬的篷布，当年拢掀起来切切地检查内底是毋是有积水生水漆。因为疾管署发现，这2年下过主体工地生水漆的阳性率分别达到3%甲4%。署长罗一军车牌专工落来高雄，甲市府的工地人员斗阵去巡查工地，果然伫三明区这搭工地找到3只灰卡网的水漆。卫生局表示，今年稽查354台工地，其中有170台查到生水漆，阳性率有4%，现在已经将工地列为稽查重点。那整个高雄市目前的工地列管初估应该有到2000到3000左右。我们会针对重点的登革热高风险热区15个区，包含就高雄市的12个区以及仁武、凤山还有这个桥头这一部分会优先稽查。对了，工地网起生拖点多，要加强稽查管理。罗一军也表示，虽然高雄天狗日以前已经连续7天无增加新病例，目前也是12例。不过因为天狗日的暗处期长，卫生局也是未当放令。卫生局表示，至少伫高山甲三明区已经清出56栋的粪扫。目前防疫重点也是环境整治，互网起无所在通刮，网无所在通秘。在感染了甲发病这个期间上底是14天上长。阮也有到21至28天，所以总共拢爱伫差不多1个月以后，开始当讲清楚到底这波疫情是毋是有控制掉的。针对疾管署点名社会主体工地阳性率相关的问题，国家自导中心表示，因逐礼拜拢会巡查甲坑桥防治生水漆，后续会要求厂商落实环境的整治。记者国家驻区朝阳高雄场报道。台南的安平运河呢，有一只因为丹那斯风台去沉到水底的竹排啊，到今这2个月时间已经过去啊，要是无人来甲处理。这船尾呢是翘翘浮伫咧水面，行船人真烦恼，这出入是会影响到因的安全。因那目前这只排啊呢，已经先拖去运河边，港务公司也阁有渔港所会阁再来讨论，到底是要安怎处理。对台南市健康路6里标南边运河航道看落去，运河水面有一只竹排沉到水底，即阵阁通看到船尾。经过了解，这组台南市风台到达拢无处理，2个月啊，油源阁伫遮，因为款质关系无人处理，渔民烦恼影响船啊出海作业，连带影响安全，连运船观光嘛受影响。天然灾害来的时阵，迄水是无相像的。你船啊，像阮迄驶排啊。60马力，吹到前方，这只狗啊是驶袂行呢，对啊，爱直直弄来弄去，有当时这台这工具会弄歹了了啊。只南楼科楼的水势，伊会当流来流去，叫后壁遐有迄钓鱼啊、签啊，暗时啊因若要处理，会无看到。啊，包括观光船也对遮过。地方议员反映，已经有济人甲定情，附近渔民嘛拢找无这是啥鱼。事实上，若沉船的所在是伫渔港范围内，渔港所应该爱负责处理，因为这只船是无集船，这阵港务公司无法度插手。为了安全，台南市农业局渔港所初到透早已经先甲竹排啊拖去绑伫咧运河边啊。下暗安尼灯光佫较无遮尔好的时阵这一个沉船伫咧主要的航道上这就安尼真危险相关的单位爱赶紧来做一个处理透早就请厂商先甲迄只船啊，甲拖去边啊，甲固定好，安尼互迄渔船啊出入，互袂去影响到安全第一。高雄港务分公司安平港营运处指出，虽然这是安平港的范围内，不过长期互人占用，实际上是由市府来管理。虽然各单位拢有家己的立场，港务中心表示，后续会搁参渔港所进一步讨论，嘛无排除会加装监视器来维护环境，双边会搁继续沟通协调。记者李苏台南采访报道。桃园市的矫正学校敦品中学呢，是有教导员互学生甲泼烧烫烫的滚水，甚至呢面阁起互回着伤。目前这教导员人已经送去到病院，那学校是表示讲会来追究学生的刑事责任，也会加强沟通的机制，避免案件搁再发生。高雄为起来改变心境，由矫正署设立伫桃园的矫正学校敦品中学，主要收容依法执行感化教育处分的少年。这次案传出暴力事件，一名感化生为了替防纠正的同学出去，以滚水甲原子笔攻击教导人员，学校校报赶紧将人送医。
脸部呢有几道的刺伤，因为用热开水去泼洒我们同仁，那有造成烧烫伤。学生的部分，当然我们这边除了谴责他的不当的行为以外，也会去追究他的刑事的责任。学校强调会追究刑事责任，也毋过这并不是高正学校头一摆暴力事件。去年3月，就有9名学生因为想要拍闹求防拒绝杀不同，2020年也发生感化生零知识有案，全台有4间高正学校可能介好问题，学校来都算是一般的功课拢爱做起来。他们以前都不会读书，勉强他们读书是种难处了，应该给他们学习一技之长，比较实际一点的。好像有问题的孩子到了青少年这个阶段，给他们改变，这个是很大的难题。大家都是要了解，这个是必然的现象。教会所表示，真侪犯罪是出伫家庭，显伫学校，恶化伫社会。法务部相关报告也捌提起，真侪感化生早伫入校进前就已经失学，长期依附偏差同辈接触帮派出文化，造成性格冲动匆忙。教会所认为，除了透过功课甲磨练去调整心情之外，搁较训练感化生有一个技能，互因会当搁融入社会，才有机会降低再犯罪率。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另外来看，这台中逢甲上款一间餐厅呢，昨是发生爆炸，有民众是讲，可能就是员工用瓦斯的时阵无细腻，毋才会造成这场意外。即马消防人员已经将2个受伤的这个员工送病院，目前是还搁咧调查详细的原因。玻璃破掉了。救护车赶去现场，赶紧将受伤的人送医。看到民众讲到代志发生的经过，一直讲惊一条。嘣一声，然后我出来看的时候，就玻璃碎掉，就整个玻璃碎掉而已啊！因为我那时候我刚来，所以我在忙，我没有看到。我转头过去看，就整个都是玻璃的啦。2名员工分别受到耳面甲手受着伤，紧急送医救治，无生命危险。代志发生伫台中逢甲上款西安路的这间餐酒馆，设备中途发生起爆，监视器画面翕到起爆迄时店家玻璃门封炸开，碎玻璃四过喷。迄当时也有不少学生甲游客当咧巷仔内准备要食饭，好佳在无去互扫着。看到民众指出，亲像是员工使用加速喷枪无细腻，经销表示也爱后手赔清。现场是有发现，在后面厨房有一些遗留一些食材啊，还有一些可能有要准备主食的动作。生活上，未少所在拢会使用到加速管。理化老师指出，内底主要成分是丙烷甲丁烷，佮利用高压喷管装起来，会发生爆炸，多数甲使用不当有关系。如果你没有照它安全装置安装的时候呢，它容易气体从这个旁边开口处呢，从旁边漏出来，就会产生气爆的现象。瓦斯罐它的开口的部分是不是过于老旧？所以温度稍微升高一下，或者是我们去触控的时候呢，那它可能密封性就没有那么好，有可能就漏气，所以也会造成气爆。理化老师指出，丙烷甲丁烷拢较易烧起来，拄到高温度会引发火势。使用进前要确认管啊芯敢有损坏，甲安装敢是妥当。使用时也要管理火源，甲保持通风，才当确保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小贪真正是两家男，伫新店呢有一个62岁姓周的男性，伊是摕别人的身份证，想要去到南投德山的指南宫，甲人借600块，也毋过煞当场互人甲掠着。即马南投地院是照伪造文书的罪行，判伊有期徒刑4个月，也是改纳12万的罚金。南投德山的指南宫，未少信众拢会想要来遮，甲土地公借发财金，希望求好运。毋过，煞有人偷用别人的身份，想要来借发财金。有一个62岁姓周的查甫人，去年10月摕一个姓杨的查甫人的身份证，资料写的去柜台，讲要借600块的发财金。毋过，伊用别人的身份来借，当场去互庙方的人员看破卡手。所以我们那个小姐就说你不是本人，我们就没办法借给你。爱多多如了哈，要借了。后来刚好就是我们所有的派出所的一个巡逻，他们都会来巡逻吧。完了，这个会计小姐就跟那个警人报告，那个警人就去了解，他警人感觉这个是诈骗的。
这个姓周的查甫人讲白贼，讲是伊一个朋友姓杨，委托伊来借发财金，还佫乌白编一组手机的号码来填资料。不过庙方的人员比对资料，年岁甲相片拢差真济，手机的号码嘛卡袂通，所以无甲发财金借互伊，嘛有随报案。这个姓周的查甫人甲警方讲，伊是伫新竹的一间网络咖啡店捡到这张身份证，摕来借发财金，嘛写假的资料。对啊，因为他不至于缺那个几百块钱吧？对啊，毕竟他是人家的身份证，就是一个很不诚实的行为。那不仅有害社会秩序，也造成被害人生活及心理上的困扰。所为实属不该，但法院考量到周然坦诚犯行，所以最后依伪造事文书罪判刑有期徒刑4个月。南投地方法院审理了后，以伪造文书罪，一审判有期徒刑4个月，那一颗罚金是12万，全案也会当上诉。庙方提醒，虽然借发财金并无真严格的规定，不过若是涉及不法或者是偷用别人的资料，一定会报案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的，就是这尼泊尔这个国家呢，是因为大规模来禁止使用社群平台，结果有一寡少年人转上街仔头来抗议。即卖首都的冲突已经愈来愈大，警方是用催泪瓦斯，也有庆弹等等去赶人，造成上无19个人死亡，上百个人受伤。因为即卖政府呢，嘛伫咧国会周围来实施宵禁。上前上万的少年人冲向国会大道，甲铁网塞倒，要爬墙入去限制区。顶部警察赶紧向后壁退。伫咧路的真侪所在，大火救护车来回救人。国家创伤中心外口有真侪着急的家属伫咧等待。关火站也摆甲路长，病院讲受伤的人大部分拢是头甲胸坎着枪，有一寡是送手术房加加护病房。चेस्टमा इन्जुरी छ, टाउकोमा इन्जुरी छ, हात खुट्टाहरू इन्जुरी छ। अहिले 5जना माथि 2जना ओटीमा गइरहेछ, 3जना आइसीयूमा छ।尼泊尔政府以无登记平台做理由，封锁 Facebook、YouTube 甲 X 等26个社群。示威者认为这是限制言论、打击网络生活的世代清算。政府先禁止社群，搁再互贪腐，必讲因爱上回头是非。They want to control us just like a dictator. I don't know what to expect from these politicians. I am just fed up just like the others. So we are against this movement and to bring a new Nepal for our good and youth people. 伫咧外界批评政府过度使用武力，内政部长莱卡伫喜合的内阁会议宣布请辞负责。边内面受伤人讲到迄当阵的情形，有人讲迄当阵只是坐伫咧天桥骹，就好枪支射着，质疑警方瞄准脚头虎以上，抑个使用极端的比例原则。 उभिरहेको बेलामा यहाँबाट गोली स्वाटेर रबर गोली रियल मेटलिक गोली यहाँ गएर मेरो मासुमा गोली उठेछ अरे अपरेसन गर्नुपर्ने हुन्छ अरे अब त्यही हो शान्तिपूर्ण आन्दोलनलाई गयो सरकारले दमन गरे मलाई 这场互人讲这是历世代运动的示威，因为诉求已经超过社群解放，进一步到体制性贪腐加世代之间的无公平。国际上包括联合国家人权组织，也要求尼泊尔进行独立调查。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 另外，伫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的车北是来发生公车站的枪击案，是有6个人死亡，12个人受伤。另外有2个巴勒斯坦的嫌犯呢是当场互人弹死，也阁有一个即马已经抓起来啊。也那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讲，目前还阁无组织来承认犯罪。不过哈马斯对即届攻击的行动是表示肯定。 听到后壁有枪声，大家拢惊吓向前走，哪走哪叫。上下班人侪时间拄过，伫耶路撒冷一个公车站，有2个巴勒斯坦人野枪乱射，造成重大死伤。 פתאום הוא התגבר ואנשים מסתכלים אחד על השני מנסים להבין מה קורה נופלים או נחבטים תוך כדי מבריחה וראיתי חזור אישה שהתעלפה פתאום ועוד אישה אחת שעם 我来医护人员讲，现场4位拢是碎玻璃，受伤的人倒伫咧公车站附近的车路，也有菱形道，唔知影人。开枪的是2个20几岁巴勒斯坦青年，来自约旦河西花无剑科，要互一位以色列士兵甲现场的几位有炸武器的民众拍死。 警方也阁抓到第3个涉案的嫌犯，当局讲这是一件恐怖攻击。Every country must now make a clear choice: are they on Israel's side or
Are they on the side of the jihadists? 崔贝案，巴勒斯坦卫星曝光，有2个14岁巴勒斯坦少年伫约旦河西岸城市哲宁，和以色列军队开枪射死。以色列军方是讲，因对入去封锁区内面的人开枪，因为因对以色列军方有威胁。因讲无讲是啥物威胁。这几年以色列不伫咧遮发动纪录片军事行动。自2023年10月初7，哈马斯对以色列南部发动攻击加打，双方伫加沙战争已经要到2年。自迄当阵开始，以色列安全部队伫以色列本土甲西岸拢保持高度警戒。伫咧耶路撒冷地区，这种攻击行动是较少。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另外来看，这墨西哥有一台货运列车呢，是去弄到相站的巴士，结果这巴士呢是当场断做2节，上无是有10个人死亡，55个人受伤。这民众讲现场呢，其实并无设这铁基路的违章，也是讲一寡交通号志。即马官方当咧调查原因。伫墨西哥西北边的阿迪拉科木科镇这个边高道顶悬，画面顶悬上正边的双站巴士当要通过，但一台驶了真紧的货运列车过甲弄起哩，巴士的车顶和强大的外力弄甲落落去，顶悬载的乘客搁互列车过搞去。这个城镇的工业区有真侪仓库和工厂，真侪在地工人是坐巴士上下班却拄着死劫。一个受害者的家属讲，双站巴士无应该伫列车高速通过交叉路口的时阵过。Mi hermana se fue ahorita, bueno, ella sí se pudo mover, me avisó que ya está en el hospital. Eran empleadas domésticas, trabajaban en casa. 一个伫咧事故现场无到100公尺加油站上班的员工，拄好看到这段过程，伊表示讲有听到列车敢若平常时共款，伫咧经过这的时阵有提前淡水犁。事故发生之前嘛是有车经过边高道，另外有看到的民众讲现场无明显的边高道栅栏也是交通号志。当局已经针对这个事故和肇事的双方开始调查。根据墨西哥铁路运输监管局9月发布的最新报告，边高道事故上定看到最近几年有增加的趋势，去年有800件，2020年是602件。公司新闻吴连编译。来看国内这分林呢，是来试办高铁沿线特区建造的计划，补助农民来种一寡亲像是番麦，也是讲毛豆等等较袂遐尔食水的这个农作物。今年这示范区域已经扩大到100公顷，第一期的这个农作欠水量呢，差不多是48万吨，也就是190座这收水池的水量，对减慢地震旱涝是有帮助的。种地高铁沿线番麦准备收成，为着卖互地震搁耐累，中方甲地方做伙伫分林高铁沿线，包含河北、土库、元长、甲北港等等4个乡镇实施高铁沿线特区10年化作示范区，提供省水的奖励金，鼓励农民加种较免压水的作物。补助来到这农民较免遐辛苦哩。种番麦可能减规半的水量有啦。伊番麦大丛。迄淹一半摆啊，嘛袂使伤淹啊。过去因为10年较袂少，农民改种的意愿无悬，中方甲地方除了加补助以外，也辅导企业甲农民拍契约，照契约的计划来种植。示范区去年34公顷，今年扩大到100公顷，其中番麦就有30公顷，适当作物欠水量48万吨，和190个标准收水池用水量平齐。在111年中获中央的核定，在期间，县府也积极的推动转旱作的一个部分，除了在1、2期有加码一些大杂量作物之外，然后也配合中央的政策去推动契作的一个模式。我从111年到114年，实际转旱作的面积已超过1000公顷。根据水利署监测资料显示，云林县2023年地层耐累面积是247平方公里，2024年是226平方公里。去年比前年的情形更较好。越南农业处是讲，即马增加10年产销班协助农民拍契约，照契约计划种植，继续推广高铁沿线10年化作面积。地层耐累状况则被愈来愈严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市第2大的里鼓山区的凉水里，即马到底敢要分做2个里咧？在地人是有无同款的意见。这区公所呢是打算要过来开第2摆的公听会，也毋过里长是认为讲，袂当因为凉水里反对，安尼说明会就一直安尼甲开落去。民政局这种硬对硬的方式，互人无法度认同。
大楼一栋比一栋高，一栋比一栋新。高山的龙水里虽无面积无宽，不过人口超过35000人，是高雄市的第2大里。为着要减轻里长的负担，市府按算要甲龙水里分割做2里。顶个月底嘛，伫地方开说明会，不过分割做法却引起里长甲济居民的反对。针对大里分割、小里合并的做法，民众认为大家重视的物件无共款。那以市政方面来看，伊认为有需要。当然，民众的意见当然还是意见可是如果说在意见跟实际的数字管理中，以一个政府营运，应该还是要以数字为重，这样才是得到一个真正大家都可以共好跟公平的方式。市府按算要对美术东3路、沿东2路、接美术馆路，甲龙水里分割做2里。头一摆说明会要针对囡仔学区甲个人证件都唔免换来挂保证。不过700多几个民众来参加，反对分割有超过一半。里长认为这都是龙水里的态度。不过现在市府准备要搁办第2场说明会，这个做法互里长真不满。各大里他只召开了1次，而且每一个各大里他们出席人数就100多位。他就代表了民意。那我的说明会将近700人左右的里民到场，结果还要再来沟通，还要再来开会。权益不会改变，那照顾也会增加，让更多的里长能够来照顾里民。那整个程序，我们也希望说民政局能够带多沟通。市长强调，行政区的分割是为着要减轻里长负担，提升服务的效率。里民的福利权益未有任何改变，落尾会持续甲地方沟通，消除民众的忧疑。记者郭亚如、柯兆阳、高永昌报道。这政府有打算伫2025年的时阵呢，来达到净零碳排的目标。目前这国家自定贡献的草案内底是有5大方向，也毋过民间团体今仔日是来提出民间版本的检核结果，讲这政府伫5项内底有3项是不合格。为着2050年的净零目标，环境部伫拜二有举办2035年的国家自定贡献 NDC 3.0草案座谈会。民团嘛针对政府的内容提出民间检视结果，讲政府伫5项内底有3项无合格。第一是碳减量的目标。第2是无清楚的减量方向，第3是无下部会协调机制。最大的瓶颈大概是2大项。第一项的部分就是我们在再生能源推动上面的这个社会信任，目前来讲的话有大规模的消失。然后第2个部分来讲的话，则是完全的忽略产业转型的重要性。我们的制造业部门是在我们排碳量占超过1半以上。民团表示，若是要达成2050的净零目标，2035年减碳量应该要减量52%。但目前政府设定的减量敢若40%。另外，嘛建议政府对中央、甲地方、到社区，要提出清楚完整的机制。希望都是说能够将地方政府的角色加入到 NDC 3.0的角色在草案当中，那同时强化说它的多层级的治理。那不止中央要落实那以外，它应该要将地方政府还有民众到社区的角色也一并参与进来当中，那并形成一个责任的问责链。全球面对气候变迁的危机，伫净零减碳的这条路，民团呼吁政府要加强政策方面的调整，加速推动产业减碳，嘛希望民众做伙了解减碳的重要性。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今年顶半年有超过62万的台湾人是去到越南来旅行，也毋过越南来到咱台湾的呢，煞干那21万外人尔，这逆差呢是要到3倍遐尔济。即马有学者是表示讲，都是因为咱台湾对越南这签证的限制是较济，而且台湾这物价嘛比越南还佫较悬，饭店嘛加较贵，所以建议会当推出旅游的优惠。去年春节，因为旅行社的缩写，将旅客放伫咧富国岛，不过并无减少个人去越南旅游的兴致。今年顶半年，个人去越南旅游有62万外人，不过越南来台湾只敢若21万7千人。台北市旅行工会观察，疫情过后，越南快速发展观光，有风景、有议题建设，对一寡消费力较悬的中壮年以上旅游族群较有吸引力。不过越南来台湾的旅客成长无够多，力道还是稍显不足。希望呢，就是多给我们一点在
在地的地接旅行社多一点资源，或者是各县市政府能多提一些方便我们越南进来的一些行销方案。即马越南旅客来台湾就要团进团出，集体申请签证，大部分拢是5天4夜，留伫咧北部的较侪，有一寡会去中南部，也毋过拢无去华东。上爱是101西门町，也有草山看花。越南是东南亚第2大来台旅游的市场，越南的经济成长快速。企业奖励旅游风气十分的兴盛，锁定来台潜力的企业，包括台商来进行拜访跟推广。越南目前只有关红专案，它并没有免签，在整个签证的这种推动上面，我们还是有这个持续加强的一个空间。观光署长陈玉秀加地方政府代表，也有73位业者做台湾观光代表团，去越南的奥吉名市参加国际旅展，推销台湾的旅游。观光学者讲，即马越南政府全力伫咧发展观光，一直有新的景点，台湾伫这方面就要加油。记者综合报道。经济消息来关心的是，即马受到美国晶片大厂的带动，台股开盘是24650点，是起103点。也若盘中呢，搁再创新高的纪录，是来到24880点，市值是冲破80条。另外，这台积电的表现嘛是真好，这盘中是起到1200块，也若这新台票换美金呢，早盘是起一角外来到30.3块。专家是来分析讲，这礼拜这半导体展览的起股，佮加上苹果公司 iPhone 17这系列要发表啊，所以市场动态是真值得观察的。台美关税谈判即马是继续咧进行，咱的总统赖清德有指出讲，目前呢这技术性协商拢已经完成啊，即马就等最后的综合性的会议。同时，伊嘛来承认讲，这台湾的谈判是有包括着阿拉斯加的投资，也若这美国智库呢是警告讲，咱台湾这能源的大部分拢是靠进口，万一克服中国甲占去，安尼恐惊压力是会真大的。总统赖清德伫上新的专访表示，有关台美关税的谈判已经完成技术性的协议甲讨论，目前就等上尾综合性的会议。台湾向美国提出2大诉求，除了希望赶紧完成谈判，也要避关税莫阁抬起的计算。赖清德表示，台积电对美国的投资是伫关税谈判进程就决定啊，嘛讲到台湾关税谈判的策略。我们现在不管是在跟中东购买，因为那个船运上比较困难。如果是在阿拉斯加有天然气给我们的话，那它会比较安全，路线比较近。那后来因为美国政府的邀请，再加上关税在谈判，所以当时我们的确是有表达我们愿意去投资阿拉斯加。不过，根据经济部的统计，台湾有要一半的电力是靠兄天然气发电，也若咱天然气的来源是靠进口，其中澳洲占38%，卡达25%，美国占10%。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最近的报告内底，讲到台湾每一年为卡达进口4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双方各签27年的合约，加上卡达较会受到中国的影响，嘛不离供应若断去，台湾可能会拄到爱伊市家庭甲便宜用电，或者是保障半导体产业运作之间的问题来选择。政府会持续去分散这个气源的来源国，同时增加这些形势比较稳定的区域的来源，来进一步稳定国内的这个天然气的供应。从这个阿拉斯加直接拉管线到台湾来，那数千公里的这个管线要怎么样去进行营运跟维护？然后维护的费用也很高，你的管线就算是从海底过来，那也有可能遭到破坏。专家指出，台湾抗天然气的设备有限，安全的存量敢若有7天至11天，除非安全的存量有到60天，才有符合能源安全的需求。能源署强调讲，会持续分散天然气的来源国，来稳定国内天然气的供应。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界的大焦点来关心的是，这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哲昨已经交保，北院今仔日是针对经花城案来开庭，传郭文哲也阁有前台北市的都委会委员徐国成来问话。另外，针对着这郭文哲交保的部分呢，北检是讲会阁再提出控告。对车顶落来草也是真热情甲迎接，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的手无爱加讲，真紧行入去法庭，伫交保过程中阁转来法院，因为台北地院早起阁审理经花城顶案。会担心检方抗告吗？
再到开庭，同款是问证人，团前台北市都委会委员齐国成，即摆开庭的重点放伫释法性的问题，但是告定作证的伊表示都委会敢若对实质的内容审查，敢有释法无应该是因决定，嘛强调讲当初都法局派代表来说明，才互委员认为讲专案并无释法性的疑虑，才会持续来推进。威京集团主席沈庆京一透早嘛出现伫法院，原定要传的被告其实是无依，但伊提出申请，讲嘛要告定来问证人，结果两个关键被告拢告定，但这拄交保出去的郭文铁批评检方伫专案根本就查无不法，嘛互北检发声明，表示相关言论违背事实，是想要互人误解，因会较紧提控告。北检这几个检察官的脸已经被打到都肿起来了，结果他们竟然还有那个脸面说。他们已经善尽了举证责任，说他们要提抗告，结果呢？结果抗告的理由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啊，不知道。对检方回应讲，专案已经善尽基情的责任。民众党主席吴国昌批评北检是目睭金金讲笑话，即摆开庭表定暗算下晡会持续来进行。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好在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哲已经交保，伊是点名总统赖清德的赴台湾婚礼，这是引起真大的讨论。也那总统府是表示讲，攻击元首其实对理清事实是无帮助的。也那这郭文哲后一步到底要安怎行？即马外界是要讲有可能会去选2026年高雄市长，甚至伫2028年嘛有可能会出来选总统。总统怎么看柯文哲说你让台湾4分5裂？面对记者的话，赖总统无回应。民进党前主席郭文哲初到交保了后的讲话，唔若控诉是冤案，佮点名赖总统和国家分裂。不过总统府中心未对司法侦办中的案件评论，但是嘛未接受唔是事实的这种话哦。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用攻击元首或者是污蔑司法的方法，无助于厘清事实。有没有污蔑哦？公道自在人心，抄家灭族式的想要摧毁民众党。总统府他们的发言看起来就像是7月鬼话连篇。郭文哲交保了后，后一步要怎行？未来南北合安怎布局拢真受关注。真正担保郭文哲点头答应南北合的好友谊，是希望探讨司法出什么问题。我想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希望借着这个事件，大家好好探讨我们司法到底出了哪些问题。2024南北合是破局，外界关心2026地方大选南北安怎合作，甚至2028总统大选，郭文哲敢会去配国民党的人选？媒体研究玉库预测，郭文哲有可能投入2026高雄市长的选战。同款想要选高雄市长的哪位郭志文认为讲，南北嘛是爱集结。蓝白绿都有人出来选的话，那我可以保证高雄起码有2%市长是新科的，蓝白也势必是要合作在一起。国会经过1年半的折腾，柯文哲主席是否有机会趁新会期改变这个态势，有别于过去不一样的蓝白合？那有人士希望南北集结的声音是无长过，一直方认为讲是选国民党主席兼在的热门人选，嘛方点名讲若出线，可能对南北合不利的。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再到讲出有意愿来参选国民党主席，但是嘛是爱含赵少康协调，看谁出来选，嘛认为讲若家己当选党主席，对南北合未有负面的影响。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卫福部今仔日早起是来举办疾管署甲健保署的交接典礼。这部长赵宗良表示讲，即马台湾健保呢已经行30冬啊，未来会来推动改革，包括着这财务也有慢性病甲癌症的防治等等。也那疾管署长是由罗一军来做，伊强调讲，上界重要的代志，就是爱先来培育更较侪防疫人才，为后一届防疫来做准备。交接应信。伫卫福部长赵宗良的见证之下，原地疾管署署长曾金雄甲应信交予新的疾管署署长罗一军。赵宗良致辞的时阵讲，罗一军今年47岁，学经历拢真出色，是头一个防疫医师出身的疾管署署长。新冠疫情的期间，罗一军伫咧记者会负责说明重要的防疫政策，挽回不实的信息，化解社会疑虑，有真好沟通的能力。相信未来一定会精进防疫的工作，嘛会培育更较侪防疫的人才。先后投入国内大小的疫情，包含 H7N9，包含狂犬病等等，10年磨一剑。
那么今天这个升任为署长，我想是实至名归。我这个任内，我希望能够做到最重要的就是说能够禁用跟留住更多的防疫人才。交接应信。另外，健保署嘛举行新任署长交接报答典礼。由现任健保署副署长陈良武升起来，伊讲就任了后会持续推动慢性病防治计划，严正论及计算费用的方案，扩大偏向医疗，推动医疗甲长照、技术等等各项的业务。癌症连续43年是国人的第1大死因，未来的健保署将持续推动健康台湾的癌症奔月计划。卫福部初到早起连续举办2场署长交接的典礼，赵东良强调讲，台湾健保已经实施30年，未来嘛会推动改革，尤其面对少子化甲高龄化，健保财务会多元性投入，而且改善医疗人员的工作环境，强化慢性病甲癌症的防治，持续推动健保数位转型，落实健康台湾的愿景。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伫1987年7月10号的时阵解除戒严，对明仔载9月初10开始算，咱恢复民主的日子，就比戒严的日子还阁较济啊！即马有民间团体是按算要来办一系列的活动，提醒大家，就要保守民主，唔通惊翻头。10几个 NGO 团体车载讲做中原法规普渡的，唔是好兄弟，是过去台湾戒严38冬来的创伤。台湾伫1987年7月10号解除戒严，结束38年又搁56天戒严的日子。也若对戒严算到今年的9月初10，台湾行伫民主的日子已经有38冬，搁过57天，戒严的日子就会坐过戒严。所以民間團體也對9月初9開始舉辦一系列的民主活歷史活動。到明仔載開始，咱的自由民主的時間，較比過去迄個黑暗的戒嚴的時間過去一天，咱的民主其實搁較少年的。伊嘛有誠濟的危機，伊嘛有誠濟問題，咱嘛好好去聽惜咱台灣民主的這個發展。主辦單位倒wat冊店也邀請學者來參加連續12點鐘的講座，做伙下過9月初10的民主活歷線。現場要拄畢業的大學生以少年人的角度來看這段歷史。伊講雖然伊出世是伫咧民主的時代，但是伊認為戒嚴時期的歷史袂當因為時間過去就互人放袂記。就算我們現在已經就是解嚴了，然後已經算是一個民主的時代，可是我覺得那個討論的空間還是其實沒有，就是討論的空間還是不夠舒適，讓大家都願意有勇氣去講這件事情。根據統計，在戒嚴時期，台灣攏總有14萬個無辜的受難者，3000多人互人判死刑。倒wat冊店也表示，現主時的台灣是一個真少年的民主國家，未來的路閣真長。就算面對中國的壓力，咱嘛唔通驚翻頭。記者陳選林旭凱台北報道。新華消息來看，有名的連鎖店丹丹漢堡是宣布9月12就要開始來起價啊！也來台北喜來登飯店食甲飽的餐廳，10月開始，這假日的時段嘛要起100至200塊。其實根據這主計總處的資料，雖然講這通貨膨脹是無起到警戒線，也毋過因為這食食是起較濟，所以家庭壓力嘛會較大。早拄開門，就4道人起來交關。高雄鹽埕區這間阿財雞絲麵，原物料已經起幾落屆，頭家是講9月初開始部分品項調5塊至10塊。真的一直在漲，但是我們可以說我們的漲幅是最少了。可以理解啦，物價真的是高漲，然後人力人工這個也是真的很不好調整。除了麵店啊，南部出名的連鎖素食店丹丹漢堡嘛要伫12起價，部分套餐起5塊，部分早安餐飲料起3塊，美國五穀三肉糜等起2塊至3塊，也有11個品項停賣。店主是講，因為原物料、人工也有因為成本逐年起價的影響。還行啊，5塊錢而已，又不是天天吃。麵店啊，連鎖素食店起價，北部也有食甲飽的餐廳起價。10月初一開始，喜來登自助餐廳假日餐價小調懸，平均起100至200。主計處上新公布的8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年增率1%，起價幅度比頂個月較大。雖然連續4個月比通貨警戒帶有較低，不過是物類介紹起價幅度較大，加所得家庭承受的物價壓力，也是比整體平均較懸。為什麼我們的那個 CPI 它數據上看起來還不錯？最主要是我們現在呢是面對那個美國的對等關稅的影響嘛，
那这个影响呢，其实它会使得那个全球的贸易量下降。学者认为，美国是全球上大的市场，关税的政策恐惊会让真侪国家经济活动减少，连带国际商品的需求也会降低。CPI 是综合加清大交通各种商品服务加权平均的结果。这届原物料起价幅度对食品需求量较大的家庭来讲，对物价波动的感受会较大。记者采访报道。宜兰有一个7岁的囡仔呢，是哪看电视搁哪食饼，结果呢，煞甲一身红仔吞落腹肚内。这医师表示讲，若准囡仔犹阁是活跳跳，安尼无定伫咧便所的时阵，就会甲放出来啊。也若这研究有够的专家呢，是呼吁家长，这囡仔的食食甲佚佗物，应该就爱分开放，避免发生意外。有囡仔摕到物件，定定一喙就合落。宜兰县有一位7岁的查甫囡仔，哪看电视哪食饼，煞无细致，甲超前600元的佚佗物仔食入去。家长观察几工了后，发现佚佗物仔无排出来，带到病院照电工，发现这个物件已经走去肠啊。这个吊坠现在的确还在身体里面，不过已经顺利的到达肠子的部分了，而且小朋友目前没有任何的症状。那大小的话看起来也是没有很大，看起来应该是可以顺利排出的一个大小。医生表示，若准囡仔甲一寡物件食落，无倒位咧疼，会当先观察；若是倒位会疼，也是肠仔塌掉咧，就要马上看医生。这个个案的囡仔无其他的问题，经过评估，佚佗物仔大小当对放晒排出来，所以决定先观察。是尽量不要让它碰触到面积小的玩具。对啊，我都会收起来。可是我们会很特意的去观察一下，很积极的观察一下，因为还是会担心。若是囡仔吞落的物件长度超过5公分，宽度超过2公分，也是表面尖尖，或者是有蛀裂的物件，就需要马上看医生，开刀剔出来。但是我都一直在呼吁这些家长，你在玩玩具的时候，跟你在吃东西的时候是要分开的。有幼稚园园长建议，家长应该让囡仔专心，一个做一件代志就好。亲像若是囡仔咧耍佚佗物仔，伊熊腹肚枵，就叫伊爱先甲佚佗物仔收好势，洗手才来食物件，莫哪食哪耍，安尼会当避免甲袂当食物件食落情形，才袂造成健康的危害。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南投的民间亲子生态园区呢，是有2.6公顷，互人号做是中部上界大的亲子公园。也毋过，这间公园呢，对明仔载开始就打算要休4个月来整修，来做设备改善，也佫有早日的工程。南投县民间亲子生态园区地正宽，县内甚至周边县市，为咗家长拢会趁假日带囡仔来遮耍，但因为游乐设施顶悬的杂志网有部分损害，照明嘛无够充足。南投县政府打算对9月初10开始整修4个月，休到明年1月初10。有家长烦恼整修伤久，囡仔无所在去，姚民众建议爱顺线增加较济杂志的所在甲椅仔。时间伤久啊！安尼我囡仔嘛唔知要带去倒耍，政府就是爱搁规划一个所在，会使互阮带囡仔去耍的所在。既然都要并用，我感觉迄早期的物件拢加用一寡，这个所在加做一寡。这互人讲是中部上大的亲子公园。根据南投县政府统计，对2021年11月开放甲单。来佚佗的人次接近50万。南投县政府农业处表示，这个整修除了针对杂质的部分，也会针对安全的部分来改善。也若园区暗时无够光的部分，嘛会加强照明设备。这个时间就造成了咱所有的家长甲小朋友的不便请多多体谅，呼吁大家啦会使来去邻近的咱的德山嘛有一个公园，南投市甲草屯。南投县府农业处表示，园区内底虽然树仔种真济，不过才种3-4年尔，爱等树仔大丛才有摘掉杂质。新年度买变预算去凉亭、凉椅才会设施。整修期间，鼓励民众会当到德山、草屯甲南投市，嘛拢有儿童公园通佚佗。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伫高雄大美湖的海洋基丁园呢，是真侪在地人的回忆，因为目前已经改做是市政府来管理，厂商合约年底就到期啊，若阵无搁再来签约，安尼恐惊就要来收单。目前这高雄市府是回应讲会协助辅导厂商好好处理。
大人囡仔最近杀，正勉强把这个门杀叮当。由二次世界大战防协助地下作战指挥中心改建的海洋基地园，军事设施结合水族馆，是真侪高雄人的共同基地。这个定靖湖风景区移交给高雄市政府，厂商的合约年底也要到期，强起来关起来。这个隧道哈是以前算个嘛叫文史的背景嘛哈，啊你要改修改，等于讲这个就拢无去啊，对，我感觉很可惜。这间关掉的话，那等于说而后高雄市民要的话，要么就是要往屏东的海参馆跑，不然的话，很像再来的话就是要往花莲那边跑。游客加海洋生物活动，虽然不是休困时，不过园区内面也是有真侪游客。已经开32档的海洋登机园，有青年的乌珊瑚等珍贵海洋的花椒，还有校自麻等500多只海洋生物。业者讲，若无法度跟市府继续签约，这款生物唔知要刷倒去。长期的适应这边的水质环境啊、空调啊什么东西。所以要在这一方面做这一方面的迁移的话，势必会引起很多生物的不适应性跟死亡性，这是我们很大的隐忧。是否将依契约督导厂商落实安全维护以及营运品质？而海洋奇珍园内的海洋生物是属于厂商的财产。后续我们将协助辅导厂商妥善处理。观光局强调，会以维护定靖湖生态加改善休闲品质做优先，针对园区内面的空间场所进行活化评估。业者是讲，观光局伫顶礼拜已经派人来勘察了解状况，因会继续甲市府沟通，争取继续签约，避免馆内生物因为搬线干扰破病死亡。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青年署推出计划，对全国200多个高中生内底来拣20个人，由新竹市的建工高中来带队去到屏岛，让学生囡仔会当实际来体验能源永续的问题，嘛了解到电小能源的重要性。分工合作，做了他们这个人生里面第一次尝试的事情。他们没有想过他们会在这边盖一栋房子。从家私到修理处，搁来到海边啊，到捡垃圾。这群台湾高中生来到冰岛，除了实际参与当地国际 NGO 活动，也感受当地对环境生态保护甲重视。参与的学生拢讲，过程中学到真多，尤其是珍惜资源的重要。你可以和当地的国际志工有一些交流，可以更深入了解说冰岛他们是怎么发展永续能源的，然后也可以跟他们聊聊说。你们双方哪里意见的不同？分成了这个能源探索组，然后分成这个国际志工组，然后透过亲身实地到这个冰岛去接触、去感受、去体验这样的一个计划，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讲应该有很大的收获。教育部青年署今年推出计划，由新竹市建工高中带20个高中生去冰岛。带队老师讲，除了开眼界，鼓励少年家要有勇敢的精神，也让学生学会晓应变，面对常常发生的状况，想办法处理，培养自信。像我们在过程中遇到爆胎啊，或者像是行李迟到，或者是像是我们班机直接取消，虽然遇到那么多的挫折，但是这些孩子因为他们很有追梦的勇气，所以他们都能够用非常正向的态度去面对。自己在家呀，其实很多都是。可能自己的家人或者是身边人都帮你一手打理好的。那其实自己这样子一出去，甚至是出国，很多事情都是要靠自己独立完成。有学生表示，对这摆的活动找到合适的价值，也在过程中训练家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迄是课本内底学袂到的代志，卖甲经验分享给同学，继续走向世界。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世界潮流界来关心的是天主教宗良14世呢，是封一个15岁就过身的电脑天才，来做头一个千禧世代的圣人。这个少年人呢，伊在生的时阵是运用科技伫线顶来传教。另外，这良14世教宗也来封另外一个已经过身，在生的时阵有热心在帮助善车人的意大利青年来做圣人。大大2张布帘挂伫圣伯多禄广场，原底讲罗马天主教教宗良14世伫当地初7正式册封过身的2位圣人，一位是电脑天才少年阿库提斯，因为得白血病，伫2006年过身，只有15岁。伊伫伦敦出世，爸母拢是意大利人。细汉时阵随爸母移居到米兰，在新进前真备网络甲电脑应用，也捌结识真侪网站，传播天主教教义，佮记录发生的奇迹，互叫做上帝望称。In questa cornice oggi guardiamo a San Pier Giorgio Frassati e a San Carlo Acutis,
un giovane dell'inizio del Novecento e un adolescente dei nostri giorni, tutti e due innamorati di Gesù e pronti a donare tutto per Lui. 要加做奉献的对象，要有2个得到高中人口的记录。2009年巴西一个着腰鞘病的7岁查甫囡仔，伫接触到阿库提斯的一领 T 恤了后，扶起来，还有一名脑部受伤的哥斯达黎加查某囡仔，由伊的母亲伫阿库提斯目前祈祷了后康复。这2个记录拢得到高中认可。另外一名奉献的意大利青年弗拉萨蒂，以热心帮助善车人甲弱势族群出名，却伫24岁因为小儿麻痹症过身。除了奉献仪式，当地6、7、2日，也有超过1000名 LGBTQ 天主教徒加支持者举行雕像活動，加做梵蒂岡第一個多元化教徒雕像團重要代表。Che la Chiesa continui a essere aperta come oggi dimostra di avere le porte aperte per todos, todos, todos. 这摆活动是由意大利协会约拿当执掌主办，是天主教会纪念活动之一。希望当推动信徒之间有更加大的包容性，参与活动的信徒来自大约20个国家。虽然活动中无安排到高中24岁会民，用过未少参加的信徒真回。这摆活动让因感受到更加侪方接受的重要性。虽然高中24岁依然坚持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不过也表示未推翻前高中放置各地2023年温泉神父为同性伴侣祝福决策。公司新闻台视同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30度到35度。中部地区是29度到34度，南部地区29度到35度，东部地区是29度到33度，外岛地区29度到33度。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